并道谢谢谢各位去年一年对台南圣学院的关怀、关心以及奉献贵会去年奉献约15万块给台南圣学院，对学校的帮助很大。我们期盼今年大家也继续不断为学校代祷并奉献，并且能够推荐对宣教要奉献他的一生的年轻人来投考神学院，造就成为宣教的人才。我们知道学校的经济很困难，一年所需要的这个经常会需要5800万这么多的这个钱大部分的经费都有教会的支持才有办法来经营，所以学校很盼望我们大家能继续来支持这个学校，让学校培育人才，贡献教会的宣教，也服务社会。今天依照教会的教会历，也是我们叫做大灾期的第3个主日。初期教会在耶稣的复活节，纪念耶稣的复活40天前，把它定为大灾期。大家在这40天，通过禁食祷告，通过很谨慎的生活，准备他们的心，要纪念耶稣的复活。耶稣的受难，他的死跟复活，是耶稣福音的中心。信徒应该更用心来纪念耶稣的受难，跟他的死，跟他的复活。现代的教会很重视庆祝圣诞节，比较不会用心来纪念耶稣的受难和他的死跟复活，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跟反省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让我们来重新的思考耶稣对生命的认知、教导以及典范。早上所读的约翰福音12章24节以下这一段圣经，是记载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一件小插曲。有几个希腊人透过腓力和安德烈来求见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在他3年的公生涯中，主要是向他自己的民族犹太人传天国的福音。他又曾教导他的学生，不要到犹太人以外的地区去宣扬。他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耶稣的吩咐，我们可以了解，是他一种宣教上的策略。他很清楚，他在世界的时间不多，所以他要求学生应该有一种宣教的策略，先向他的民族，向他们的弟兄姐妹传天国的福音，那是宣教的优先顺序。我们的主并不是一种民族主义者，认为只有犹太人才配得上帝的恩典。从耶稣整个的教导以及后来教会的发展，我们知道耶稣的福音是为全世界的人所预备的。在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不久，当那些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
竟说：“人子都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从后来教会历史的发展来看，耶稣的福音真的借着当时的希腊文化广传到世界各地去。我们今天所用的新约圣经，原来也是用希腊文所写的。耶稣他讲的话是属于希伯来文，应该他们要用希伯来文来写圣经，但是当时希腊的文化让他们最好用这种语言来写福音书。这是上帝很奇妙的这种计划。通过早上所读的这短短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以他的生涯，借着他的生命所要传达的很宝贵的真理，以及他告诉我们的生命的奥秘和它的意义。约翰福音12章23节这样说：“人子都荣耀的时候到了。”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，到底所说的人子呢，到底是指谁呢？人子在新约圣经当然是指耶稣本身，但是这一句话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而言，他们所想的人子跟耶稣所想的并不一样。我们如果看但以理书7章13节，那里有写一位人子，这位人子是驾着天云而来，是夺到权柄荣耀国度的人子，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服侍他，他的统治将永远长存，他的主权永无穷尽。但以理书的人子是这样的一位人子，那位人子是犹太人一直在期盼的弥赛亚，也就是救世主，是一位有超人的能力，会将他们的敌人彻底毁灭的拯救者。这就是众人所期待的那位人子，那位弥赛亚，是满有荣耀的人子。但耶稣口中的这位人子，跟犹太人所期盼的完全相反，因为他不但不会把敌人毁灭，他反而将被他的敌人处死，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是一种最痛苦、最羞耻的刑罚。耶稣的死对当时的人来看，绝不可能是一种荣耀、是力量的表现。但我们的主竟说，那是人子最荣耀的时候。我很希望大家了解耶稣所说的这种逆理，外表上看起来是很矛盾的、不合逻辑的，但是内中包含了很深沉的真理。耶稣口中的人子，让人想起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受苦的仆人。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奇经文，我们有读过这段话：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我们若思考约翰福音，当约翰福音每一次提到人子的时候，总是跟耶稣的死有关。一般人认为很可怕的是失败又痛苦的死，被钉在十字架的死。约翰却说那是荣耀的时刻，因为上帝要通过耶稣的死来完成他最奇妙的计划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再进一步来思考耶稣所说大家很熟悉的那一句话：
耶稣他就这样说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会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一句话听起来并不是很特别的真理，是一种致命的，大家都很容易了解的真理。但是这一句话会感动人，会摇撼千万人的心，是因为这一句话出于人子耶稣的口。说得更明白，就是耶稣以他的生命实践出来的真理。这句话，耶稣在这一句话，耶稣道出了生命的奥秘以及生命真正的意义。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有宝贵的生命，他同时也赐给人一种本能，这种本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婴孩饿了，他就会哭；人在有危险的地方，人就会逃避。每一个人努力读书、打拼工作赚钱，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，让他感觉有安全感。人的本能本来不是恶的，但是人应该如何使用这种本能，成为道德和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人还小的时候，不可能靠自己来，他不能独立，他不能自立，他必须靠许多人的帮助，才有办法生存下来。在漫长的时间内，他需要许多人，包括他的父母、弟兄姐妹、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、老师、医生，整个的社会的帮忙，他才有办法成为一个人，一个独立的人。这一段漫长的人生，我们叫做接受的人生。人需要从别人接受，英文讲的 take， 人生就是 give and take， 是从别人夺的、拿的这种一段的人生。不过，当一个人过了这一段接受的人生以后，他应该有不同的人生态度。他必须开始要自立工作，他要懂得照顾自己，也要懂得去帮助别人，关心他人，从接受的人生转换成为给予的、付出的人生。耶稣所说的一粒麦子的道理正是这样。一粒麦子接受了成长所需要的一些养分，它现在已经成熟了，成为一个可用的麦子。它的下一步呢，就是要落在地里，成为另一个生命，才有可能完成做麦子的使命。如果一粒麦子不肯落在地里死了，他反而是浪费他自己的生命，或者糟蹋他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很遗憾，不少人总是经过了接受的人生，还是会停留在那第一个阶段。他们继续不断为自己取得好处呢，积蓄更多的钱财，以便他得到更大的安全感。人的安全感当然不在于他自己有多少的钱财，或是有多少的物质，人还需要别人的肯定。所以人为了安全感，他努力得到地位、权力和名声。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为了这一些钱财、地位、权力、名声互相竞争，
甚至互相斗争，一直到你死我活的地步。我们不要认为只有世界的人、教会以外的人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在教会里面，从教会历史来看，许多基督徒他也免不了这样的试炼。很多人也看到教会里面丑陋的一面，觉得来到教会没有得到很大的感动，反而觉得很羞耻。耶稣对一粒麦子的教训，对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挑战。耶稣叫我们懂得舍弃的人生。耶稣曾向他的门徒这样说过：人若要跟从他，他必须舍己。耶稣的话，舍己代表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十字架并不只是代表象征苦难而已，十字架表示你愿意跟从耶稣，甚至把你的生命奉献给他，天天将你救的我钉死在那十字架上。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要求对门徒来说实在是太难，挑战性太大的要求。世界哪有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？哪有人不为自己打算？哪有人不自私、不自我中心？人不只是为了保全自己拼命工作，积蓄钱财，争取地位。人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他缺乏，是因为他想要比别人多。人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他不够，是因为他惧怕。他惧怕他被世界忘记，他惧怕他得不到别人的尊重。耶稣曾经教导许多人说，要躲避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，人的生命不在于他拥有多少，生命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付出多少。生命不在于你得到多少的祝福，而是在于你能够造福多少的生命。舍己其实不是浪费生命，反而是一种解救生命。耶稣亲自呢，以自己的生命教导人那生命的功课。这种生命的透支，我们用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爱的生命。人的生命之所以宝贵，是因为人懂得爱，并且人实践这个爱。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：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一儿子赐给他们。他说上帝爱世人，所以上帝将他最宝贵的赐予给人。如果你用英文的圣经看，它让我们会直接感觉那种意义。英文说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. Love he gave. 他爱，所以他给予。上帝这么爱这个世界，爱世人，所以他给予人他最宝贵的礼物。上帝让他自己的独一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受尽人的羞辱，承受无比的痛苦。虽然到那种地步，上帝仍然爱着我们，显示了上帝那种无比的爱。耶稣在他受难受死之前，
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，预告他将来所要遇见的事。他清楚告诉他们，他来到世界的目的，就是要像那一粒麦子一样，落在地里死了。我要使人得到那丰盛的生命，使人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初代教会用这样的诗来描述耶稣的一生。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6节以下，他用这样的话表达出来。他说：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，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的主虚己，台语说拼空家己，那是倒空自己，舍己来显明真实的爱，借此他完成了上帝的计划。日本有一位文学家叫做阿里西马塔给罗有岛五郎，他讲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：人的爱是不惜一切夺取的爱，上帝的爱是不惜一切给予的爱。我们的主在他的一生表达了这样的爱。所以约翰一书4章8节有一句话这样说：上帝是爱。今天我们大家能够爱，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上帝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。耶稣的爱打破了人的自私，彻底粉碎了我们的自私，改变了我们的想法，创造了新的价值观。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或者更强一点，他的爱强迫我们，逼着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并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上帝而活，为主而活。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从跟从耶稣的人的人生，我们看到这种爱通过他们显现出来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家的人跟他很亲密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一家人。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那一个礼拜，他到这一家来访问。那个时候，玛利亚拿着很极宝贵的香膏来摸耶稣的脚。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4章，同样的一个记事，马可说耶稣，玛利亚打破玉瓶，将那个香膏打破了，他浇在耶稣的头上。当耶稣的门徒，约翰福音说，当犹大看见了这一件事情，他们都愤愤不平的批评玛利亚。他说：这么浪费宝贵的东西，他会把这种香膏卖很多的钱来周济穷人。但耶稣很欣然的接受了玛利亚的奉献，玛利亚的作为。学生说那是一种浪费。什么是浪费？上帝将他自己的儿子赐给世人，是不是一种浪费？上帝为什么要浪费这么宝贵的礼物，来将他的儿子赐给敌对他的人？从人的观点来看，这是一种浪费的事。玛利亚所做的是不是一种浪费？
玛利亚她真正能体会耶稣的爱，她体会耶稣那一种甘愿奉献自己，那一种无比宝贵的爱，她将自己当作最好的礼物献给人。玛利亚能体会懂得耶稣这样的爱，她也盼望用这样的心，用这样的爱来回报耶稣。没有真正体会这种爱的人，他会觉得玛利亚所做的是一种浪费，是没有理性的动作。大家很熟悉史怀哲先生、史怀哲博士的故事。史怀哲博士他在他自己的人生计划说，他说他要在30岁以前，他拼命要读书，造就自己，预备自己。所以史怀哲他读到了三种博士学位，神学、哲学和医学博士的学位。他也是巴哈音乐的大家，是相当有才华的人。当他说30岁以后，我要奉献我的人生给那些非洲的很贫穷的那些人民，他到非洲去宣教，做医生啊，做医疗的工作。他不但献上他自己的生命，他把自己的财物，他自己的才华全部奉献给那些非洲的人。当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金的时候，他全部的钱都投入在他自己的工作上，还不够，他常常回到欧洲来做募捐的工作。他回到欧洲募捐的时候，有一位记者呢这样问他，他说：“史博士，你每一次旅行坐火车的时候，都是坐2等车，你为什么都坐那个二等车呢？”他们的火车有1等车，有2等车。所谓的1等车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说的这个商务舱商务车。但是史怀哲他都坐2等车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坐2等车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因为没有3等车。”他就是那样客气。他所有的钱，所有的才华，都盼望能按照上帝的那种方式来用。也许我们会觉得，我们的人生不会像史怀哲那样伟大，我们不可能学他。问题是，伟大或是不伟大，是谁在决定的？我们期盼人的称赞，或是我们期盼上帝的悦纳呢？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能和使命，上帝所需要的是每一个人善尽自己的能力，像玛利亚用那样的心来回报上帝的爱。我们知道玛利亚的姐姐马大，她很爱耶稣，所以耶稣有一次到他们的家里的时候，马大也忙着准备受华要款待耶稣。他真的很忙，忙不过来。他忙不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面前听耶稣讲话，马大就很不高兴。耶稣他对马大所要说的是什么呢？我相信耶稣也很欣赏马大，也很感谢马大。耶稣同样爱马大，但是耶稣当时对马大说，他的意思应该是：马大，你不必跟别人计较，你的妹妹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是最好的一件事情，你所做的事情也是好的，
但是你不用跟别人比较。我们的主同样会称赞马大所做的。我们的人生同样，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的主的称赞。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对我们的掌声，对我们的肯定，主要上帝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，无论是多么小的服事，上帝一定都很高兴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把我们的人生，不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像一粒麦子一样囚禁在我们自己的密室里面，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。上帝要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时，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舍己来服侍他。不管上帝要我们做什么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愿意服从上帝的计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的奥秘在于懂得舍弃，生命的意义在于懂得爱与分享。懂得爱，能够爱人，就是最幸福的人生。懂得分享，希望帮助人的人，是最有喜乐的人生。我们不再与上帝计较，我们不再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更多的祝福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有满溢出来的恩典，足够我们每一个人用。我们也不再与别人比较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，甚至为我们牺牲生命。他的爱一直激励我们，要我们付出他的爱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是软弱，还是自私，但是我们相信他的爱永远不会撇弃我们。在他的爱中，我们没有什么惧怕。他要我们仰望我们信仰的创始人耶稣，勇敢跟从他，心存不变的爱，追求公义，实践公义，来服侍别人。我们如果决心过这样的人生，我们一定会经验到中世纪一位圣徒所说的一句话：爱人的必被人爱，施予的人反而夺走，愿意舍命的人，他将得到永生的这个真理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超越无比的爱接纳我们，拯救我们。恳求你饶恕我们的骄傲、自私与冷漠。求你基督的爱改造我们，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为活祭，为你而活，以喜乐的心服侍人。我们只是卑贱的器皿，求主加给我们信心、勇气和能力，好让我们一生一世付出基督的爱来荣耀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